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名单昨已经公告啊，这是由3个学者摕到，其中一个加拿大的得主呢是特别对这贸易战提出警告，伊认为讲国际上这贸易的限制若准愈侪，安尼就愈无通创新。另外一个法国籍的得主，伊是来警告欧洲，应该爱扩大对科技创新的投资，唔通互美国甲中国规碗放弃。莫吉尼住伫美国伊利诺州，有美国甲以色列双国籍。13日刚透早，伊赶紧要看哈马所甲人质放出来的消息。甲电脑开开的时阵，发现有真侪甲伊恭喜的信息，而且手机内底佫看到有一通千分的电话，国尾是数字为瑞典卡过来的。因为这通电话就是要甲伊通知，伊摕到诺贝尔经济学奖。And so I called them back, and they told me that I won the prize, and then I think I sat there for 15 minutes, sort of dazed. 莫吉尼甲法国学者阿克翁，也佮有加拿大学者霍伊德，3个人做伙摕到诺贝尔经济学奖。莫吉尼会当分到1100万瑞典克朗，差不多奖金的一半，下台票1700多万。不过伊笑讲，伊有2个孙伫咧读私立学校，这条钱真紧就会用了。莫吉尼讲，即马各国爱面临的问题是劳动力欠缺。面对全球 AI 的风潮，伊讲 AI 取代人力，这根本未发生，而且主动移民的人根本是咧危害美国的经济。Trying to figure out in what kind of society and what kind of cultural environment does innovation thrive. 另外2个人是个人摕4分之一的奖金，一个是法国的学者阿吉翁，另外一个是加拿大学者霍伊德。因伫1992年共同发表一篇论文内底，建立一个数学的模型，说明经济成长是透过创造性破坏产生的。其中阿吉翁是法国美国级3的牌子克洛伊创办人因后生，伊认为欧洲需要一个整合的新创市场，袂当互美国甲中国规碗旁。即卖欧洲市场是分裂的，毋是真正的单一市场。加拿大学者霍伊德强调，开放市场是真重要，因为这才会当互潜在的创新者有机会发挥。也若针对 AI， 伊认为科技的进步爱加向发挥上大的生产力，毋是单纯要去取代人力。Remember back in 1987, Philippe saying, "We're going to get a Nobel Prize for this." 瑞典皇家科学院伫声明当中指出，这3个摕到诺贝尔奖的学者，因拢证明讲经济并毋是自来就会持续成长。其中2个佫强调讲，川普的贸易政策可能会对经济成长形成阻碍。而且，因的研究嘛提醒大家，要保持警觉，采取行动，对抗影响经济成长的因素。公司新闻，洪如梅编译。